各位台语堂的大家兄姐，大家平安。平安。愿上帝大大祝福每一位，咱每一天的生活日子、工课，拢会当顺时平安有喜乐。感谢主，咱过去一段时间，咱的诗班一直为着咱昨有一个甲城中长老教会的音乐会的交流，非常的用心备办。昨下晡咱台语堂的真侪兄弟姊妹拢有参与伫当中。两间教会有美好的安尼的同心，通过音乐的交流，但愿伫咧未来咱每一回无论伫咱即个所在，还是因伫迄个所在敬拜咱共同的上帝时阵，咱所献的诗歌，拢会当得到上帝伊的意爱。两间教会嘛，望讲咱将来有上帝恩典，通过音乐的释放，会当咧上帝国的即个旨意当中，咱会当来传扬福音，咱也为安尼的事工，来祈祷，嘛为着昨有参与咧当中的每一位兄弟姊妹来感恩，虽望咱在座有一寡兄弟姊妹检采无去，但是咱会后连面我会放一寡影片，互大家来安尼小来了解咱昨所进行一切的过程，拢有上帝恩典咧当中。咱来思想上帝要来使用咱，咧什么款的所在，顶回有讲过，咱即个月呢，不只是昨有安尼外展的一个音乐的释放，过来咧咱即个月上尾讲，佮进前一天，就是8月30号，同款是拜六下晡，即届较近，就是咱隔壁真理堂，咱大学里顶甲有讲咧即个农历7月，因每一年拢有办一个平安7月的即个音乐会，当然嘛是伫咱即个国历的8月，伊嘛庆祝爸节啦，咱咱旧年甲过去嘛有一寡机会会当参与，今年佫受邀请，咱台语堂的诗班嘛伫迄个所在要献诗，较早拢头听讲15分钟，即届敢若半点钟，所以求主来使用带领，大家怎讲有时间，咱嘛会当拜六下晡8月30号，咱同齐来即个真理堂迄个所在，来通过安尼的服侍，嘛荣光咱的主，佫尤其真侪即个大学里，也是讲咱大安区，也是讲台北市的市民，佫一寡人无来挖靠耶稣的，嘛望讲通过咱安尼的即个诗歌演唱。互因听了心的感动，嘛会当来敲揣咱所已经明白，得到即个救恩的主耶稣伊的美好的恩典，咱今日是即个经文讲敢若一站真短，但是咱要通过即站来思想上帝所欢喜的释放，到底是啥物款的一个释放？咱的释放到底上帝有欢喜咱安尼释放啊无？咱今日所读的这是希伯来书第12章28节，但是遮讲所以，为什么所以？伊讲所以一定有一个因为嘛，所以12章这个28节讲所以，咱来要看即节的经文进前，咱就要来回顾，虽然今日无读，如果咱兄弟姊妹，咱过去已经对即个希伯来书有真侪了解，嘛好，也是讲无了解嘛无要紧，咱今日小可来回想一下，你希伯来书11章讲啥物？希伯来书的11章分做3部分，跟大家来讲。第一点，伊提醒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要来倚靠耶稣的人，信靠耶稣的人，对咱的主，对咱的上帝，爱有啥物？爱有信心哦，对不对？若无信心呢？咱是无法度得到上帝的欢喜。咱今日袂去讲遮个细节啦，但是11章一头安尼甲咱讲，甲咱提醒。过来11章佫讲啥物？讲咱即马每一位兄弟姊妹，咱拢徛起伫即个地上，过咱的人生。但是呢，伊甲咱提醒讲咱每个人虽望咱住伫地面上，每一工安尼咧生活。拍门7件代志，为着安尼咧过3顿，咱每一工咧拍拼，但是毋通袂记的咱虽望现今咧地上咧人生生活，咱爱安怎？
啊，有一个愿望，啥物愿望？将来咱天顶啊，上帝为咱所备办迄个比地面上搁较水、搁较水、搁较水的啥物所在？咱真正的家乡啊！哦，我做囡仔的时阵啊，一开始啊，甲咱即马人生过程，常常听讲啊，咱住喺台湾生活的一寡人啊，因为某物缘故啊，就要不只讲出国去佚佗，是安怎？移民出国啊！吼，我顶摆讲过，我做囡仔的时阵啊，我一个阿哥哦表哥讲啊，叫伊去纽西兰啊，我阵嘛毋知讲纽西兰有奇异果啦吼，但是呢，遮尔啊远，我去看地图，啊台湾伫遮，啊纽西兰伫倒，哇！我做囡仔讲，哇，迄所在是安怎去啊？啊去，但是会转来啊，吼！我开始有咧思想即个世界，哇！后来讲哦，有人讲毋是纽西兰啊，逐个拢去美国啦，哦去加拿大啦，哦，还是讲去啥物所在，啊就是移民袂转来啊，吼！啊台湾可能较歹住，较无好住，哦，迄边生活可能较不管安怎，世界哦，遮尔啊侪国家啊，真侪人可能当然毋是讲绝对讲台湾无好啦，但是讲有人就安尼出国去，吼，尤其是讲大家啊，感觉讲台湾无好诶，啊最近咱华安堂嘛有一个医师哦，哦嘛讲啊放下伊诶手术刀，啊嘛赶快移民，嘛赶快去纽西兰，啊讲即摆是举菜刀，啊甲举家刀，已经退休啊啦吼，啊我毋知过了安怎啦吼，但是我拄仔讲兄弟姊妹，咱如果咱认真来思想吼，即个世界敢有一个真正你认为讲足理想的所在呢？敢有？即摆听讲哦，莫去欧洲安怎？哇，会用抢，差啦足济对毋对？来讲欧洲行迄个香榭大道，多么样的罗曼蒂克，啉一粒咖啡咧，哦。啊，美国咧，即马咧，美国敢是快乐天堂？大部分的厝的人拢面床骹拢有手穿对无？无一定是面床骹啦，拖下啦，床头吼，我毋知，哦是床头的吼。啊，生活为什么要囥一支厝，一支穿伫厝的咧？啊，其他的国家咱大家小想一下啦。啊，台湾到底是啥物所在？是天堂啊地狱？这是两极化啦吼。但我顶摆嘛讲吼，你的心若是有主，迄个所在就是天堂啊。你的心嘛无主，你安怎超做去较啥物所在？迄所在拢毋是天堂。所以我拄仔遮停较久，讲遮济。十一章甲咱讲，咱即马虽然住喺地上啊，但是咱一定安尼一个愿望。这地面上毋是咱永远的家乡啊！总有一天，咱拢爱走，因为咱会老，也无一定讲爱等甲老。总是上帝互咱安尼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咱的信仰是有神、有爱、有望的信仰。啊，第11章佫讲啊，咱拄仔讲安尼，但是实际上咱每个人活伫即个地球咧生活，咱俗语人讲啊，人生无如意的事，十件有几件？啊？9件、8件，安尼做啊少。10件有8、9件，哇！日子好过也歹过。但是啊，咱若讲有一个眼光啊，8件、9件，好啦，就算安尼，真正是安尼。但是还佫有一两件是好的嘛，对毋对？所以咱每一天面对咱的生活，你是用啥物款的眼光态度去看、去对待、去回应，迄个决定你是即马是伫地甲生活，还是伫天堂生活？所以呢，11章甲咱讲，虽然咱伫地面上有一寡真济艰难、困苦、试炼，但是虽然咱的信心会受到挑战，我顶下有讲过，我一个姊妹讲，来教会祈祷上帝，祈祷主，上帝也无应允，即个信仰莫信好啦，信也无效，敢是安尼呢？11章甲咱讲，
咱爱效法啥物？亲像敢若云彩般的一寡见证人啊！无论是过去圣经遐的人物，也是教会历史2000多年来，佮看咱现主事的，咱华恩堂遮尔啊侪兄弟姊妹，大义堂遮尔啊侪兄弟姊妹，总是有一寡人，咱会当安怎来互相效法？有阵时咱看这兄弟姊妹无好，这兄弟安怎？讲啥物做啥物信仰安怎？咱想讲咱会甲伊共款，无伊礼拜无爱来，我礼拜嘛无爱来，无爱来聚会，我无爱来聚会，无爱服侍，我无爱来服侍。大家咱安尼比拼的时阵，教会一定袂进步嘛，对无？教会一定袂好嘛。你的信仰敢会好？绝对袂好。但是你看到咱兄弟姊妹当中一寡人，哇，遮尔爱主，遮尔热心，遮尔愿意，遮尔愿意来效法耶稣。我今日早起，你坐火车，毋坐火车，坐这个捷运来的时阵，你灵修，读到这个彼得前书，讲咱原来每日遐就是咱忘掉，原来是因为安尼，因为啥物？因为讲上帝因为伊的大爱牺牲，互咱的救恩。咱较早是一个罪人，如今成做披戴基督的义人。但是忘掉的目的是啥物？原来主望咱安怎？跟缀伊的脚趾来行。所以呢，我拄仔讲的兄弟姊妹，咱来效法值得咱来效法的人。你若去效法无值得效法的人，你的人生的结果是会共款，无共款的两条路。迄12章安尼甲咱讲，正到这12章你讲啥？正到12章讲伊接12章就尾啦。我讲咱人生真正有真侪艰难，但是呢，伊甲咱讲安怎？咱爱放下咱的重担，放下咱的重担，来仰望这个创始甲成终的这个耶稣基督。咱的主是永远甲永远的主。伊为咱所牺牲的，尤其咱定定安尼行袂落去的时阵，信心嘛无遐多坚固的时阵，咱来举头来仰望这个十字架。咱有安尼仰望，知影咱的主是咱随时的帮衬。伊讲咱来甲咱的重担放下。我昨因为咱去城中教会嘛我送因迄个磁铁迄种迄落，要安怎讲？东壳壳啦我早几十个，我问因迄个长老讲，恁这个诗班偌济？伊讲到20外个啦。我就讲，我就互因25块。结果我剩剩诚侪东壳壳啦，东壳壳，我就讲东壳壳坐捷运无方便我早转去厝的，我讲今日早转来教会，我讲昨已经今日你知影我转去阮兜无？伊听中教会经过德化街，一路行，足热闹的行啊无热闹的所在，行啊高速公路，行重阳桥，行袂落去有优摆，开始骑优摆，骑到阮兜去。所以我今日早起决定无爱摕迄个磁铁转来教会，东壳壳，迄叫做啥？迄叫做放下重担。兄弟姊妹，你有重担无？生活当中毋是讲这外在这个有形的重担，有阵时咱心头足重的对无？敢若一粒石头安尼，甲你放喺心的拢沉落去，心中本来伫遮，沉啊尻川尾去，尾酒也尾水也去。我毋知你的生活有当时有即款的感受无？望讲咱即马心是喜乐平安的心情是愉快的但是总是咱的生活当中尤其咱有当时嘛有身体艰苦病痛，为什么主拢无甲医治？为什么人无好？是讲代志咱拢无解决，事情咱拢无改变。兄弟姊妹，无论是啥物，咱的主伊的圣经常常咱讲，咱只要愿意来到伊的面头前，交托伊，倚靠伊，
伊愿意为咱来担当。所以我毋知影讲你有重担无？哦，无上好。如果有，你愿意放下吗？哦，今日我早起啊，怎啊佫摕迄个磁铁，佫一路佫，我离阮兜行路甲捷运站嘛，佫10外分钟。啊，坐捷运是免啦吼。啊，落车我一般拢以台电大楼落车，嘛还佫行要免10分钟啦。安尼加的嘛20分，正手寒寒会动会酸，放咧倒手行，对无？迄是干那安尼，应该无甲1-2公斤啦。迄一磁条较重者，但是总是嘛是有一个重量，对无？但是我今日真辛苦，我著2手空行路，哇，足轻松。兄弟姊妹，你每一天的生活是轻松呢，还是重担呢？所以12章甲咱鼓励，咱爱放下咱的重担，吼，尤其心中的重担。过来甲咱讲啥？咱来接受管教，来结出平安的果子。哦，尤其伫迄12章有讲到，咱爱追求和睦，咱爱追求圣洁。为什么接受管教？有当时咱会受痛苦。人讲啊，为什么人生会苦难？咱头到旧约圣经的约伯记，有人讲啊，约伯哪会遮尔啊苦难遮尔啊多？有人讲为什么苦难？到底是为什么有苦难？苦难基本上分做3种，一种是你讲啊，我也无做歹啊，那为什么会遭受苦难？一种是别人互咱的啦。讲啊，咱落暗时啊食饱咧，出去外口行行吼，啊，有阵时啊吼，盖晚出门啊，12点，有时是讲啊，已经较晚吼，超过12点无人啊，你路行较安静。但是无离过安怎？讲有一个啉酒的人对无？啊，开车啊，哪会你路无开，开到连身斗去，啊，甲你弄去，这叫做啥物？迄是叫别人的原因，别人的问题，啊，咱煞遭受无妄之灾，这是一种，这毋是因为咱家己，这是因为别人。但是一种呢，是因为咱家己做得来，哦，简单讲，咱犯了罪，做了上帝无介意的代志。这细节免解说，大家拢明白，拢了解。啊，佫有第3种无？一种是别人，一种是家己。另外第3种是啥人？毋是别人，是上帝。上帝的美意，上帝的旨意。啊，为什么上帝要互咱去经历某件代志？耶稣曾经有医治一个青眉，对毋对？人讲啊，这青眉人啊，这是伊安怎？伊家己还是因爸母还是安怎？咱尤其咱台湾人有人讲，人会安怎，拢是因为安怎，对无？啊，圣经嘛安尼，犹太人有一款的思想观念。啊，耶稣安怎应讲即个青眉，伊为什么青眉？后来耶稣医治伊好，耶稣讲毋是因为伊安怎，结果耶稣医治伊好。这个人，伊会当成做耶稣基督伊美好的见证，来荣光主。所以兄弟姊妹，有当时咱的苦难，咱的思想，到底是属于倒一款？如果是别人，这实在是毋是咱家己对的吼。但是上帝伊允准，吼。啊，如果是咱家己的问题，咱要处理无？啊，如果是上帝，你要欢喜领受无？啊，到底这3种当中是属于哪一种？你分别有清楚无？所以呢，今日12章讲到第2部分，讲安怎接受管教，了接受愿意接受上帝甲咱管教，尤其是讲咱第2种的原因是咱家己的问题，咱愿意去修正，愿意去改变。愿意来认罪，上帝一定会安怎？会了解咱。敢若讲咱安怎考试考无及格，迄老师真有稳定讲叫做啥物？重考。
啊，重考你啊，较早迄阵啊考10分，考20分，一定是无及格啊。到时你无法度毕业啊，迄是红字啊。啊，老师讲好来去停课，停课吼，啊，你较用功的，啊，你就超过60分啊，就及格对无？啊，较好的老师吼，啊，你嘛真用功啊，有进步，但是你嘛还无60分，考50外分。老师讲啊，佫还加2分啊，58加2分就60分啊，嘛及格。咱会做着亲像这样好的老师共款，但是你无愿意重考，啊，你就共款啊，你就无法度毕业啊。所以今日讲到讲，咱今日12章28节讲所以，这个所以就是咱拄仔讲的11章、12章，一下甲咱讲的，头前甲咱讲的。所以呢，甲咱今日这个经文才甲咱讲哦，所以啥呢？所以啊，咱就感谢谁？感谢啥？感谢上帝啊，感谢主啊。感谢伊啥物？咱拄有讲过啊，安怎相信伊啊？伊会赏赐咱安怎有大有福气啊？对毋对？啊，11章甲咱讲啥？咱地面上啊，虽然生活是安尼，但是咱有一个愿望啊，有一个天顶的眼光啊。啊，我毋知影搭讲过无？咱基督徒亲像，咱拢亲像参甲啊呢。我顶下敢有讲过做？无印象吼。为什么咱基督徒应该亲像参甲啊？因为参甲啊是四眼田鸡，对不对？四眼田鸡台语我不要讲，心理老师。啊？近视哦，参甲敢有近视？参甲天然就免去配目镜，就是安尼大蕊两蕊目睭。伊是复眼啦，什么叫做复眼？哦，单数、复数的复眼。复眼是讲吼，伊是两栖动物，更毋是对无？所以呢，伊当伫地上，伊嘛当伫水里。但尤其伫水的当中啊，哦，伊目睭足大蕊的啊，吼，所以呢，伊一半伫水面下骹，一半伫水面顶面。所以呢，参甲啊，伊哦有蠓仔来，有虫来飞来，伊就哦喙齿足长的对无？生喙哦，甲迄蠓仔咬来着，尤其拢大部分拢伫即个水面上的，吼。但是伊为虾米伊还佫看水面下骹？水面下骹伊大部分袂去食水面下骹的物件啦吼，但是伊水面下骹的物件会食伊啊，有某物物件就会食伊啦。你知影啥物物件会食伊对无？所以参加的目睭就种哦，伊伫水啊，伊看下骹佮看顶面啦。所以咱基督徒是毋是？你看下骹嘛爱看顶面，哦。所以讲咱感谢主啊，咱拢有迄个免讲配目镜，咱有一个无形的即个哦复眼。哦，咱爱常常11章甲咱提醒的吼。啊，所以拄仔讲，咱的感谢主，感谢啥？感谢讲主，互咱有即个信心来领受伊，互咱的救恩。有安尼信心，咱来效法一寡好的榜样的一寡信心的伟人哦，遐好的基督徒，伊的生命，咱来甲伊学习，甲伊共款。哦，咱感谢主，咱会当甲咱重担交托互伊。哦，咱感谢主。咱愿意来接受上帝教示了后，管教以后，伊要互咱去得到好恢复。所以呢，讲咱着感谢，哦，所以咱着感谢。啊，咱拄仔讲，因为安尼啊，今日即节经文佫特别讲，遮尔啊侪物件，简单一个结论就是讲，因为安怎，咱有得到啥？咱认为咱得到啥？咱就得到即个未受摇动的国度，咱头前讲的11章、12章也讲几波，简单即句话讲12章的28节甲咱讲啊，讲因为咱有倚靠耶稣、倚靠主，伊赏赐互咱即个救恩、永远的活命，佮用一个形容讲，咱拢有得到即个未受摇动的国度。我拄仔讲地上甲天顶嘛吼，安尼即位咱思想者，咱想着即个世界，咱每礼拜做礼拜之前有一个会前的祈祷，虽然一寡消息毋是讲介济，总是咱若讲啊，为虾米祈祷？大部分拢毋是为好的祈祷，对无？不论是世界，还是台湾，还是咱台北市，还是咱家庭，还是咱个人，不管是啥，大部分拢是较无好的你祈祷，
当然好诶嘛爱祈祷啦，但是讲咱人总是安尼。但是咱讲无论安怎讲，即个世界咱所听到、所看到、所感受到诶，大部分拢是啥？你诶新闻啊，拍开电视所听诶新闻，30年前听，10年前听，啊，即马听，昨听，明仔来听，啊，今日听，拢差不多啦。敢毋是？人名概念嘛，国家概念嘛，大部分分做两类啦，一类就是天灾啦，啊，无就是人祸啦。敢毋是？这个世界，你若拢看济听济，拢相信济，啊领受济，啊，拢要照安尼世界咧底行、底走、底跑，你的心是安怎款的心？你敢会安定？绝对袂安定，啊是讲我一定会足安定的，愈来愈安定。咱即摆科技愈来愈发达，医学愈来愈发达，你的心敢会愈来愈安定？即摆讲世纪的文明病足侪种的哦，其中有一种叫做啥？人拢有精神病愈来愈侪。为虾米？这个世界互咱的心是愈来愈好，还是愈来愈歹？所以，咱甲你讲12章28节，即句话有宝贵也无？咱爱感谢咱的主也无？所以啊，咱爱感谢咱的主啊！咱已经得到这袂摇动的这个国度啊！这是咱的主上帝所应允予咱的。兄弟姊妹，你有了解无？你有领受无？你有享受无？啊是咱阁无了解，已经信主啊，阁去找别项，可能啊，阁咧挖苦咱的金钱，才是咱的安定的心，啊，阁挖苦咱的一寡人脉，啊是挖苦咱的一寡你认为感觉讲会当互你挖苦的，遐其实拢袂当互咱真正做咱的挖苦。咱是毋是愿意专来挖苦咱的主？专来挖苦咱的主？因为耶稣嘛曾经教示门徒讲，咱爱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啊，耶稣讲安尼了后，讲安怎？讲恁所需要的，伊拢早就知啊，不只知嘛，拢早为咱备办啊。但是安那会当去甲伊领出来用呢？加讲咧，银行有真侪户头无效啊，户头内底爱有安怎？爱有 money 啊！你户头遮济啊济，拢无路用啊！你也无 money 的时阵啊！啊，你也有 money 一个户头就好啊，敢毋是？啊，你要爱哦，咱即马个真方便，较早无方便哦，无即种叫啥物卡，提款卡，较早拢爱去银行邮局安尼写单啊，排队去领。啊，佫摕的时阵，佫摕伤济，就惊人，佫惊人看到，就惊人逮。啊，即马免啦，提款卡对无？有需要去提款卡，利率的走出来，哦，你领几百块嘛会使，敢毋是？哦，兄弟姊妹，咱的信仰，你有定定安尼甲上帝，伊讲，伊因为讲会当成做咱随时的帮衬，所以讲几步要煞，兄弟姊妹。你是倒平啊正平的日子，你是倒平啊正平的生活。你愿望，你愿意要来过什么款的日子甲生活？你要定定看这个世界对世界你走吗？还是来看耶稣，伊的好朋友？我拄仔讲，咱每个人忘掉，原来就是因为安尼，要来缀耶稣的脚脚行。所以呢，佮今日即句话，最后安怎讲？咱着照上帝所欢喜的，用虔诚甲敬畏来服侍伊。所以我拄仔讲，咱今日的题目叫做啥？上帝所欢喜的侍奉。有阵时咱的侍奉足介意侍奉，我足介意安尼做即件代志，但是咱来问的是，上帝伊有介意也无？嘛，咱所做的每一件代志是上帝所介意的。
啊，今日这段经文甲咱讲，3点，安怎互上帝欢喜来甲伊服侍呢？甲大家共同勉励3点拢伫拄则即节经文顶面，大家拢免牧师讲了，拢知影圣经就安尼真清楚甲咱讲啊。第一就是啥？兄弟姐妹，咱爱用什么款的心来服侍主？感恩的心。有哪些服侍任何教会拢共款啦。有人就是安尼不管伊有做无做，做多做少，有人是爱总是有一寡兄弟姊妹拢会安怎？讲东、讲西、讲人、讲南、讲北、讲人、讲神，拢讲啦，讲蠓啊，讲河神啊，拢咧讲。兄弟姊妹，咱莫做即款人，但爱做啥种款人？咱抱着一粒感恩的心来服侍，拢好啦，对无？无好嘛好啦。人讲食苦来当作食补啦。尤其上帝也毋是讲定定互咱食苦，连伊咱就有大餐通去食。因为咱3个月一届，今日是庆生会不只有便当，阁有蛋糕呢，阁有啥物特殊的我毋知啦应该有啦，有人安尼点头，家己因拢有备办，拢有这有爱心的兄弟姐妹，咱的服侍，头一粒心，用感恩的心来服侍。你有这款的心，你服侍上帝，伊就欢喜啊。第二粒心，什么心？今日安怎讲？咱爱用虔诚的心，毋是凊凊彩彩、随随便便。什么叫做虔诚？雅各书有讲，什么叫做虔诚？大家去显啦。今日时间要到，袂阁讲啊。雅各书甲咱讲，什么叫做虔诚？虔诚毋是讲我每一工拢安尼祈祷，来读经，来做礼拜，来聚会，来唱诗歌，啥物？这叫做虔诚。这当然是虔诚，但是虔诚的内底，这个表面内底有虔诚无？第三呢，今日经文安怎讲？不只用感恩，用虔诚，阁用安怎？敬畏，敬畏。诗篇第2篇，甲咱讲咱的上帝，咱爱用敬畏，虽然是敬畏，但是阁安那，阁快乐。诗篇第2篇兄弟姊妹，今日呢用这节经文咱共同来勉励，无论咱什么款的服侍，咱要用安尼的心，用安尼的态度，咱来服侍主，相信主。所已经应允赏赐予咱的这个未受摇动的国度，稳达达、稳在在。最后要甲大家讲，咱伫第2堂咧聚会，咱今日通过这节经文，咱来领是我顶下有讲过啊，咱会当做啥做啥做啥的对无？今日嘛差不多做一寡小小修正了第二。第一啦咱咧第2堂咱当做一个敬拜者，我顶下有讲过，服侍就是敬拜，敬拜就是服侍。像咱即马坐这所在，你敬拜主，听主的话，这就是一个敬拜，但是这就是一个服侍。所以兄弟姊妹讲我无参加诗班，我无服侍，毋是，你每个礼拜伫这所在做礼拜就是服侍，服侍啥人？服侍主。所以咱会当来做一个服侍者，我顶间嘛讲，咱做一个基督徒，基本的七层代志加一层，总共8层，这嘛其中一层。好，第二是啥物？当然做一个真正的服侍者，参与任何的服侍。虽然逐日堂兄弟姐妹无做，事工礼拜无做，但是你也愿意甲牧师讲，无我来做一个招待嘛好。无我念年会后来泡咖啡嘛好，无摕饼拍开饼，迄个落甲甲拍开嘛算服侍对无？摕一个卫生纸包一个物件，拄好咱的母咪兄弟姊妹讲食一嘴感一个，这嘛服侍。
啊，莫佫讲啊，讲了足侪服侍，拢会当服侍，对无？哦，叮叮叮，哦，连面咧就有一个实习无吼，咱爱燕刷，看大家有要服侍无？爱燕刷安怎？尻川拍拍来斗，毋是啦，哦，手闭闭啊来，啊者帮忙收者，啊者油油啊切切的者吼，啊者安怎安怎，这就是服侍啊，哦，啊，毋是干那安尼啦吼，咱真正会服侍，吼，会当发挥到无穷无尽啦，吼。昨有一个姊妹啊，咱师班的唱手啊，我有翕一寡相啊，传互我，啊，我甲一个影片啊传互伊，啊，伊讲哇，伊足受感动的啦，伊讲会当甲上中教会啊，无共个教会，会当咧同心来敬拜咱共同即个主，伊讲哇。伊心真正大受感动。伊讲牧师啊，阮伊是高雄师班，阮敢会当吼？以后恁家己当咧办，我敢来甲恁参与。但是伊个点，但是我可能要唱家己歌，阮师班较困难，我无要紧。咱华恩堂来思想，咱办一个国语的、台语的、客家话的，然后佮粤语的，佮加上英国式的吼，咱办一个跨国音乐会安尼好无？这咱来思考啦吼。兄姊妹，服侍诚济啦，哦，啊，过来，我顶间嘛讲哦，你讲啊，真正无气力啦，无才调，无时间啦，无意愿啦，袂使无意愿吼。咱会当做一个啥物食？大刀食。哦，我顶间讲啊，去外口头前你相见的，甲你后壁你讲物件，得着拢共款哦。大刀食嘛是共款哦。啊，最后，哦。咱做一个宣扬者、见证人，好无？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今日，互阮有你的美好恩典，我会当有健康的身体，有即款的心愿力，来到你的宝座前，施恩的宝座前，愿意来专心敬拜主，领受你的话。通过今日希伯来书12章28节的教示，互阮列位兄弟姊妹拢会当存着一粒感恩的心、虔诚的心、敬畏的心来服侍主、来爱主。阮感谢主，你已经赏赐互阮即个未受摇动的国度。虽然阮即马还佫活伫即个地面上，但是你嘛甲阮讲，阮虽然在即个世上，却毋是属于即个世上的，因为阮是属你的。但愿主，阮会当得到你的意爱，每一工拢来倚靠你、超找你、跟对你。这是阮向你的恳求、甲感恩、甲今日所听到的回应。安尼向主，安尼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